我上专的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，他没办法做较重的事，同之前26年前比较的话是多少有较无穷样的啦，他敢要伫后龙都那样。因为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家乡越来越好，我就觉得说，怎么会比我还要傻的人这么多？有时候觉得这些人还比我还要傻，就是帮我们自己的家乡这么努力的在默默的付出。按你讲好诶，其实人家旧时代有很多他的想法跟观念是不是很齐全的，他们就只懂得一直去做。那我们知道传统的不足，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上爱做的事情啦，包括食品检验这一块，能够跟国际接轨，让客家不只是客家，它也可以站上国际。养着条从前，春分过去，强凉多，后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梦，太初本年，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年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顶6日，很容易係一個接上本人嘅甜餅提嘅素菜。不過對一道味嘅，係等於群人，佢就當通下自家嘅故鄉，用心推廣菜體嘅美好。佢就做出來嘅料理，唔但唱當有特色，還甲本菜體人吃到當驕傲嘅家鄉味哦。叫下聽下來呢看啊！苗栗後龍係一個華海嘅小鎮，有匹比無嘅環境和文史配件。係新港沙清早開發嘅素菜，是有當好嘅光景。不過啲歷史台變做嘅都有老古意嘅同行路街。Hello， 葉英姐你好，我係明珠，我今日特別來啊，特別後龍灣客棧。想要來看到台灣人生的後龍嘅文化。好啊，我帶你進去看看我們後龍灣客棧裡面的很多故事哦。真嘅哦。對。哇，也不會拍19的哦。對啊，蠻久的哦。你看明珠，這就是都是我們這邊志工們所做的一些非常多創意的東西。所以這是你們的基地就對了。對，這是我們的一個創意基地，歡迎任何人願意捲起袖子，都直接來我們這個平台，我們都同意的。後龍有一群熱情嘅鄉親，用家鄉嘅名義創造嘅名路社團，和成立嘅工作坊，強減嘅菜體人嘅強勢，還加帶動嘅菜體嘅發展，希望做得促進地方歡樂，串聯菜體嘅情感哦。有一天呢、我們就走到這個老街的時候，就嚇到說：後龍居然有這樣的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。真嘅耶！然後我想說，150公尺的老街，居然可以把100多年前的風景就這樣子留了下來。哇！看到一道味啊，一道內臟的啊，你剛剛講已經幾下百年歷史誒。以前呢、香港也在這裡，船員們到了這裡，他必須要找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可以休憩的地方。那在地方呢，他就開始就會變成衍生很多的商店出來，所以他以前有一個別名叫做環伯阿高哦。就有點就是闽南語來講，就是有一點像煙花巷的意思。
对，以前这里有大概100来艘的帆船，每天会驻足在这里。那你看那些人员有多少？那这150公尺的老街呢，它必须要承载了很多人的在这里的商业经济行为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后龙最繁荣的地方。东南熊熊哎，呀哈东南熊熊。对啊，虽然是短短一条街，可是它真的是后龙以前最热闹的地方。最热闹的地方。同行路街是后龙清早嘅街路，亦是头摆欢迎老平埔村人交换产品嘅卸货中心。街路上路上好嘅建筑，更加显示出后龙海橋是做個貿易貨物設身嘅重要角色咯。明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啊，从我们进来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城市？我特别喜欢这里，是因为它这里啊，除了安静以外，它有很大的人文背景。那因为200-300年前，它这里是一个商港，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客家人移居来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港口，几乎苗栗的客家人移居到这里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那这个地方特别像一个港湾嘛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取成后龙湾。后龙湾吼，对。按做的都要给海顺风啊，已经披透这种海的鲜味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渔港这边已经一大早就已经非常多的人在下面采鲜科了。真嘅耶！哇，今日按做就都野鹅哦。Hello， 小兰，跟你朋友哦。对，我的朋友小兰。嗨，小兰你好。这边它有涨潮的问题跟退潮的问题，然后很多人就会借由这样涨潮汐的问题，然后来这边做捕鹅啊跟钓鱼的部分哦，要小心哦。嗨，小兰。嗨，小兰，你都给野鹅哦，教我。你在对着石头干嘛？真给有对啊，这就是鹅啊。鲜科，而且所以它是压个好低度。就会空一个鹅的按钮，空一个都低度哦。啊，这个壳不用挖起来哦。那你这也一个把它空哦。天哪，你居然有上到低度哦！哇，真劲哎！天哪，那这要怎么弄起来？就从它这旁边这样拨起来。借我看。哦，这个算小的对不对？对，这算小的哦。哇哦！你看，就是太把大白色给蚵仔煎的鹅啊，按钮叶去了过后，它这个壳就一直在这里哦。对啊，它下一次又会再长出来。对啊，它会再长。它是算一种微生物，然后它随着涨退潮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石头上面，或是它适合生长的地方。那它有一些生物原理，然后它自己就会变成是一个野生的石头科。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想一听懂的观众朋友，然后还听哟，呀，还100看到哦，演了还都压倒闭，原来是在这里。对，这个大概被挖几年了？可能从我们还没生出来就已经有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你看它密密麻麻的。因这苗栗嘅工厂较少，古树拱橋嘅水質同強烈，雖然都見唔講嘅 TV 少條，唔存當嘅人較少嘅，不過無太超高嘅開發環境，本地島嶼嘅海產保有清水、清皮又清氣甜哦。你看小兰有经验，其实我根本是找不到入口的，因为看不出来，都在那个底度有哎。我现在判断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整个赤鹿宫它旁边是有一层一层的上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太硬了吧？不会啊。这个可以。哇哦！天哪！你一定要去家来体验看呐！你这样提供这有多有趣？我要沿着它的边边扭到给耶哈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呢，我们一直希望把这样子的文化跟这样子的观光导览的部分呢，带到后龙来，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带着小孩、亲子来这边体验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能够让我们曾经在这里的繁荣再现。工作坊规劃嘅導覽行程。老季節性嘅海產全部包入來，希望本都有到嘢塵土旅行嘅人，做得體驗後龍自然環境舒服嘅美好。推廣在地嘅特色，本悄悄嘅無為嘅好光景，各有新嘅商機。
爱苏红拿的那俩呢，就会跟他走神奇奇，这样也拉整了也给我诶，每一个都懂肥美啊呢。该呀哈，因为整个讲完之后嘛，该料理嘞。蚵仔蛋。哦，我会冷，系冇煎冷就错对嘅。好啊，按用奇奇来说清风片，刚刚爱做老五天数嘛，该嘞。麻烦你先帮我弄3颗蛋，打3颗蛋，然后我就现在就直接先做简单的料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用鲜颗哈，直接在锅里面炒。哇，天哪！一下锅，味道就起来了油脂的小米全部就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好香哦。是。好，那接下来你就帮我要用九层塔喽。剪菜完后一皮一皮的分吼。对。燕云姐还蛮问呢，你是客家人吗？我祖母是。哦。对，然后所以是1/4的客家人。那你会讲一些些的客家话吗？会一点点，听大概还 OK， 讲大概就会比较困难一点。哦。哎呀，兄哥，你回答的都很正确啊！唔过还蛮汤，唔讲都客家话。对。黑龙亚岛毕业算是一般客家人，一般后龙你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它有山线跟海线，靠近比较山线的地方，丰富啊那边大部分都是客家人。客家人开头对不对？客家人开始。好哦，我要给7点差不多半了，要加洗过吗？好，没有，这刚刚有洗过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上来，因为它其实就是提个味道而已。好香哦。对。哇，按钮。溜的落去，老乱香下前落去就冻香的，特别加一个7点插落去，你就会看到它其实鹅啊已经是煎得很恰的感觉。太棒了。对。所以简单料理，重点就是食材要很新鲜。对啊。好，按钮最后谁嘞 ？OK。燕云姐，刚天一出窗来可能准备下个，我搞完之后嘛该料理嘞。哎呀，多了。如果求准了，人就按 Q 嘛，他们有办法。顺利的。这是人问题哦。顺利的。好脆哦，比这个汗呢！天哪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吃的嗓音？好吃，好吃。姐，刚天一出窗来可能准备下个，我搞完之后嘛该料理嘞。这个公呆哈，它是后龙哈，跟应该说后龙到香山特有的一个海产。那这个时候也是它的产季，它季节非常的短暂。这也就是我们后龙湾极力想要推广的，就是在地的特色。刚下个公呆啊，你本来会用来做料理嘞？我们一般的料理方式呢，会用快炒的方式。那快炒的方式呢，我们就会变成说像对蒜头，然后还有一些辣椒，还有一些葱。那最后起锅的时候会放那个9层塔提味。好，刚才就先让准备一些蒜头啊，对，跟一些辣椒味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一些辣椒，提香一下。提香一下，对。好，然后待会就还有一些我们的葱。那我们就一边来做我们的料理。葱要切通，应该还切碎嘞。切碎，因为要爆香。这边自己种是不是？对，这是这边当地的。真紧的，呀，后龙已经没太加上的后龙嘞，是有按照后上瘾啊，新生代整都要到毕业回来耕耘这片土地啊呢。对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地的返乡的人，不管是年纪大的或年纪轻的，我们都很欢迎他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先做 can 汤的动作，哇，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喽。有哈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全部都落去，哇，所以有点辣哦。让它稍微热一下，而且这样是不是 Q 用有一些打开了就好吃？其实它的壳不会打开，它其实就一下子，它就是让它热了熟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有时候我们会加点米酒，对。那接下来我们加一点点的那个我们的9层塔，对。这也是应该没黑下到别家种的吼。对，这是那个我们在地的阿敦伯种的。它有点薄如蝉翼的感觉，待会会给你看一下它整个那种口感。这给你当成产的一个意思。对，而且好香，感觉种米头啊，然后像给汉的妹给种米头，妹一般像藕的米头，它就会有一些鲜味在里面。对。简单的料理过程，就做得呈现海产嘅年代美食老甘甜。两咪係菜天兒秋天起出嘅翻做料理，兩下就叫下來試試後龍嘅奇奇海產了。兩下
你看到的全部就会黑龙菜体的一个海产，而且 no boy 就会海，感觉我们现在就好像闻得到海洋的味道啊呢。对啊，好这就是幸福哦从土地到餐桌的那种概念。真的，而且啊，刚才你都做料理，其实没有用什么太复杂的料理的烹调方式，就是海鲜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到它的鲜，对鲜甜是最重要。好了，那先来吃好不好？好是这个藕味煎润，哇！越吃这口之前，一定要先感谢小兰，因为啊，刚刚野的全部会那样丢丢掉的。来了，吃这口呢。很 juicy 哦，它其实是非常的鲜甜，最简单的烹调方式，反而能够呈现它的鲜甜。你今年起甜的，而且你咬久之后，你会感觉好像有牛奶的香气就出来。就像早上跟你讲的，它非常的比较 Q 弹，不会像那个养殖的那么的碎碎耶水的，对。那这口感真的很特别，对，它还蛮特别它是在边边的地方特别的嫩，它有嚼劲，比较有嚼劲它中间那个肚子那个地方呢，吃起来其实都爆满 juicy 会爆浆。那因为它可能它的本身的本质的关系，或者是有一些奶香味这样子，对，跟海鲜的鲜甜味厉害，好吃。这个叫什么嘞？这叫公呆。公呆，台语嘛，对不对？对公呆，而且感觉厚好薄哦。我就不客气，直接用拔的哦。好，来，这东西就是要这样子。好脆哦，比这个汗呢！天哪，你有没有经常来吃这上瘾？其实你懂吃哎，而且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 juicy，好吃，厉害。这个嘞，刚刚掉入了私房菜，小兰私房菜，西虾，哇，好甜的虾子哦。早上它应该还是活跳跳的吧？对，嗯，现炒的。而且啊，基本呢，其实客家人要做出这种海产，大家一般会觉得说客家人比较多山产，或者种田比较多。可是黑龙江的地方，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关系，不是有懂得这种海鲜的好吃，也成为地方的特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们后龙比较特别，它是山海线也有交界的那种，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料理的习惯也是跟客家人是有相同的。因为对我来讲啊，黑龙是俺嫁公嫁婆的故乡，所以其实我的童年有一半记忆在后龙。今天认识你们之后，俺真眼看到后龙完全不同的面貌，竟然有按到黑上瘾。而且还有很多人在幕后给没某出现呢，而且小兰呢，刚刚俺一直很给小兰姐，但是啊，其实小兰比我还要年轻。对于小兰来讲，你是土生土长的后龙人吗？对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要留在这里呢？通常年轻人就想说会出去啊，出去打拼这样子。有出去外面工作大概2-3年，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是说回来这边会比较好啊，因为老人家他想要看病啊，或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，在外地找不到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再回来，就是说照顾家里、照顾家庭这样子。对。刚你自己除了今天早上单眼去采这个鹅啊之外，你在这个社团里面还会附近马事情吗嘞？帮忙大家，就是说需要什么东西，能够我们在地人提供的东西，我们都愿意去做这个方式去提供给大家这样子。对。像我们在同心老街这个地方，他们的这些在地的老人家非常的协助我们，也非常的帮忙。真的，在这个地方落脚，也是我们觉得是最适合后龙的地方。真嘅呢，呀，最近2年來啊，流行公益計劃都七家嘅國家七家救，都有黑龍也特別感受到啊，就是七家嘅故鄉啊，七家來救自己的故鄉呢，我們可能就是要自己盡一份心力，看太七家有乜個 little 能做什麼就貢獻一點力量。可是我覺得我今天在這裡，一群甜甜嘅黑龍人，對於開始很唔相識。到底下同心合膽，三萬位家鄉嘅美好特色，點點嘅達標。做伴着黑龍人嘅愛，可能其下都將我嘅供養全心奉獻，除咗甘心以外，更加感謝其下都嘅熱情，地地都很想嘅愛對愛鄉嘅使命。我想所有良善嘅本意，就做得從種種管嘅流水，有關黑龍嘅故，聽朝會繼續寫下去。Hello，阿爸阿妹，大家好。嗨，你好。嘿，
前面个人都拖拖哥，你拖拖哥，做咩哎呀，给迄拖拖爸系嘛？拖拖嘅爸爸。啊，拖拖妈，嘿，系嘛？讲起嚟，投手唔投下，咪年輕投。也特別做下嘅客家嘅美食當久嘅係冇？來做得來吃粥跟他冇？做得啦。體驗一下。啊，拖拖爸，你就是講一下這個殺好了是要。沾啊。起米係先輕便了係冇？哇，一個咁就係大把。特別是都係客家糍粑誒，唔係嘛？鳳辦哦，佢唔係做係聖誕版嘅。太雜嘅雜嘅聖誕咪也做西雜嘅。哦，你個係太雜嘅，也係用嘅係地度嘅木嘅嘅形嘅木姜樣係冇？係，你太雜。哦，印出來嘅圖樣有。木姜樣。乜解木姜樣啊？係一件衣。哦，啊，我做嘅，嗱我問一個問題冇？這麼很多拖拖啊，越做越熱，越來越熱，散播越來越脫，越到涼係冇？都以為都拖出去賣。哦，之後還能拖出去賣，古場都拖拖係嘛？拖出去賣，古場就拖拖啊。老太部分大半都係歡迎家務窮樣，第二台嘅上述嘅人拖拖哥係一個可以來當主門嘅後生阿爸。自細聽到野外學打扮，堅持小潮做美食，保有溜溜嘅小潮香，口味非常特別咯。好啊，剛才也做了吃粥一個好嘛？其他都唔是用塑料的呀，係因為有小兔哥，韓國他們是鐵砂掌，哎吼，嫩素。碌啊，樹而家婆都唔敢少啦。我問家呢，我問帶金子呢，我用帶動態集嘅。人家拖拖把人先占卜一下。哦，很 Q 哦，剛才就傾下了。傾有乜嘅技巧嗎？順風組織。有順風我先傾起來。哦，順風。順風咧，用樹枝傾出來。國土長嘅都會掌握掌角。哦，掌握獎。多越多啦。結果糾準了，人就按 Q， 哎，咁有辦法。出力啦。也是人問題哦。出力啦。出力傾落去啊！中間再用樹把種傾啊。哎，用做嘛？手掌心差唔多。差唔多，這大塊嘛？做得啦，你可以大概嚟標準哦。我一技術學家轉啦。幾多分？100分。看，你客家人就會認同好，天天才做咩100分？啊，用嚟做得傳承了，嗌來冇嗌就變拖拖妹好誒。啊，用做得好，剛才就擺定兩你來留記，氣風色來，增添一點喜氣。啊，nhà來嘅拖拖哥佢啊後生，佢迄陣開始做也係已經動腔誒。做年人誒。做年人啊！哦，而且我剛入來家下，我就不會好到呢。冇想到啊，迄個按後生應該，而且可以來啊，當種迄曬衣到日頭嘅人，冇像迄做室內做飯嘅人呢。家拖拖哥，你頭擺迄做嘛？該？之前都電子公司上班。那你不就科技新貴？開到天來行嘅科技新貴。哎呀，佢青島人開嘅。也喺島人開到嘅。咁你有冇想去做嚟做嘢嘅咧？經濟唔好，拄到97年嘅都係金融海嘯、金融風暴，過來本公司裁員，過來裁員之後呢，就將中央都要尋條路面沒好尋，結果常常誒屋卡有偏偏的條路，屋卡嘅阿爸沒有年歲事以為就看身體看不完好，就轉來天書嘛。而且啊，我家將對個燕雲姐嘅轉來，哦，我入擺來到後龍發現到，現在全部更新了，人家是都更，你們是年輕化，全部都係後生人轉來動到吼。響應青年返鄉啊，係啊，就故鄉我3年我哋顧到來啊。係啊，唔好講我咧。唔會呢。真嘅。係啊，爸爸媽媽基礎打好嘅。真嘅呢，基礎打得好，拖拖吧，做到清好啦，佢就唔樣。啲拖拖木卡，感受到義烏卡3台人嘅溫馨，韓國規模卡人強下打拼嘅團結，嚟台台相傳嘅心意，唔單止係美食，韓國係樸實嘅客家情。
上色过後，沙丁看下客家人多用嘅料理風板哦。刚偷偷哥俩红白已经做好色耶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又来煎来色，对不对？哦，懂 Q 哎。对啊。其实啊，生涯嘅红板吼，跑一个吉祥青春药。是一个吼，我什么嘅米头呢？不卡来讲简单为主，对不对？看不看有冇料的？对啊。看也有准备几个姜，还有盐水，系嘛？对。一条一条的剪到那种叉叉。嘿。啊，你细细个甜甜妈妈做俩个不会辛苦冇嘞？有兴趣的话就看唔会咸啦。系啊。讲正经的做那种传统的产业吧吼，都点下来已经那种买落去的。见少年做的，因为我做过一来又懂听，一来嘅。赚的钱又唔要懂讲，对不对？辛苦钱啊！哇，一下已经剪够一下的过后啊，表皮变到一些擦擦的，差不多了哦。差不多了哦。米头出来，而且变到那种擦擦的，黄擦擦了。看到两个啊，就想到细细时候的米西，正经喺都市摇不开有冇嘛时间，平常地都要给办的就不用懂久。系啊，不是妈妈就来剪了就软呢。系啊。嘿，懂讲诶。张剪那豆干哈吼，动手不错的注意。等佢量一下哎，有冇看到表皮酥酥脆脆？唔够看这里面有冇？它是 Q 用黑按钮，动圆动 Q 诶，哇！真嘅又跳讲又 Q 弹嘅，好 Q 哦！而且越跳越强哎，甚至说这个比素骨周围还它厚身嘞。所以托托哥，来先弄一节，先来沾传统的口味，好不好？好。本日嘅盐水，本盐水，不卡係本日嘅鹽巴嘅安尼，好。來吃食看下，哎呦，我錄咗用，我試食看下冇。哇！仲香，仲好食咯。特別過年㗎嚇，一定要食到安樣，真有像過年。係啊。一定要食到安樣。而且剛剛都講，那個松柏下的“壽”這個字啊，就會有一種做過泰雅州的安樣，從面白色嘅意思啊呢。唔過啊，好上年真來做呀嘅講正經啊，都辛苦。你希望呀嘅辦呢客家民生，希望能擺會背帶到馬嘅應節咧。希望一辦的吼，大家因看到就上色。有上顏色啦，用剪過溫鹽水嘅話，像好多人就看唔掂樣色。慢慢的就推廣出安尼，像個好多種嘅條人，啲安尼風板嘅樣色安尼。目前啊，新嘅方式就會像嘢乜嘅學校嘅餐會啦、活動啦，個乜嘅開會嘅會議餐點餐盒啊，我咪做得同啊其他嘅產品，雕腔下裝一隻盒嘅，本人像嘅野外餐盒安尼。以前傳統嘅就像嘢西點麵包室安尼較多，我做得用米食餐盒嘅方式，同伊冇共樣，人家食到嘅方面講，用那同傳統嘅包圍啊，就冇共樣，迄反點到去米食，同伊冇共樣嘅方式。對，而且不也很看緊緻法，對不對？比較精緻一點。因為唔盼得也愛接大嘅米絲就安尼冇得咧。托托哥上嘅米食嘅數年，保留記憶地度嘅好米絲，結合新一代嘅想法，老年代較傳統嘅經營方式，做出市場企劃，開發新嘅市場，本兩份米食嘅情感，做得啲倆溫情嘅繼續下去。呢啲傳統板條嘅做法，大家一定濃認識。唔過都有道理嘅，香港有一間工廠都冇共用哦。佢也條本也條認識板條，唔單止係傳統嘅料理，還個做法聽聽。來你看啦。Hi，Hello，
Hello， 小亮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我来让认识做一个板条。来，请进。哇，小亮哥，你这本来动作讲起耶，我第一摆读到从后上的做板条的你。人家泰雅族的后上面，然后我希望用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来做这件事情。梁思明後龍菜體客家人，意外中做投入幾年嘅過後，轉向上小加速30年嘅板條事業。就算後生對品質、老食嘅安全，行較比上一代人行較要求，而家嘅大變下，行較爭取到國宴板條嘅功用哦。Hello， 你看。我兩三個全部準備好勢嚟，對頭拿都最大嘅還有3副全部做好勢嘅。我還是明珠。唔過泰哥為什麼要穿成這樣子？這樣泰哥完全看不到人呢。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標準的作業的工作服啦。那我們要去讓一些毛髮啊，然後還有一些灰塵，然後去把它隔絕掉。那我們現在看鴉片哈，鴉片就是人家的蜜酒。嘿，真嘅呢！而且小梁哥，我上班摸嘅蜜酒啊，它是那種輕傳統嘅機器，小小一台的。你看蜜酒是這麼大一鍋，用來就看不出來機器現用嘛個蜜耶。那我們往那邊。這個嗎？對，這個它就是我們台灣的米，它這個是混合鮮。混合鮮。對，它是鮮稻，然後它有多個品種。然後下去混合，因為現在台灣在來米的產量很少，don't sell。人家豬線它 QA 米大概是2年以上。2年以上誒，一定會變高，才會有粘性，對不對？它的結構才會改變。當然這種東西它是越老越好。呀，這樣看到啲鋪啊，就提講小梁哥真嘅係那種天然頭嘅傳承人，很厲害。我們是算是從頭在學，從頭在細就開始看的，對不對？當然以前懂得不多嘛，然後自己再去學習一些專業的部分。撒下來嘅過程，就從片技術用嘅安神器，然後一大桶嘅米漿倒入到機器底度，唔是幾久嘅，一滴一滴嘅拍槍油嫩，將粗糙嘅麵拍用嘅板條就出來咧。撒等啲薯鬆帶蛋糕切做條，板條就安尼好食了。小梁哥，按用貴嘅你搶過來，現在就會做出來的板條哎。這個就是成品了。而且你看到，它好 Q 彈哦。我們做的是偏美濃的口感，因為我們是從美濃學回來。好準來耶！啊，做嚟吃食可能哦。可以。哇，真嘅要挑講要 Q 彈。好 Q 哦，而且越切越香哎。其實人家客家板條，它的南北是有蠻大的差異，口感，然後它的煮的方式，然後都不大相同。但完全冇想過，用機器完全用機器做出來的板條，也可以食出來的口感啊，做得老像手工誒，甚至說做得比手工做的還較好食嘞。還有一點甜的味道，甜的味道，很厲害。而且人家看人家機器嘅板條用下來，佢就做一個瀑布用的樣嘅，佢唔使嘅樣用的嘞。這以前都是我父親那一代，然後他們不斷的去調整，去修改，然後讓做板條的過程更自動，效率更好。在做板條的過程越自動，那你就代表是接觸人的手是越少。不過中間其實我們面對到的現實其實也是算蠻殘酷的啦，因為我們花了很多心血，然後甚至資金，然後下去做投資，做改變的時候，它往往市場沒有辦法去反映到我們的成本，甚至他們會覺得說，甚至沒有必要做成這樣子，可是我們還是一直很堅持在做，不管在自動化，在衛生安全上面。我們都是很用心的。那我想說，應該差不多都，我們是不是趕快進行下一步？開機以後要人包裝的吼。對。哇，你開始客家話吼？開始啦。你都喺台邊做板條做幾年呢？做10多年嘞。開機做幾年？哇，
哇，这多年的10年了，1、20年哇！那唔係就一開始對爸爸嘅用時就天天做誒。他是我们最资深的员工啊，也是我们从第1代到第2代都一直参与我们的，所以他很辛苦。真嘅，咁你要獎賞佢。就把他當做自己第2個媽媽這樣。我偷偷問，開始之後嘅，叫爸爸看鹽條，也係看鹽條。中央啦，中央，馬上要求較多咧。點會有條唔得？而家要求較多，亦都要求嘛，該啊。愛搶你呀！哦，愛背神好啊！正經的咧。大姐都說，呀，他都來跟他要求變多了，不應該就會細價較多誒呢。看晒啦，而且因為有價哦。有啦有。機器化嘅工廠背後天出田定建改良老設施，增有一下現代化極致嘅呈現。下輩愛拿一個又滑又嫩又 Q 嘅板條。來啲老人嘅型男主廚小梁哥學做板條料理了。哇！本太家先來看一下，家下現做出來一個板條，真經動手工誒，很漂亮誒。它就是咕溜咕溜，你看。透光，然後有淡淡的米色這樣。按像洗都洗啊，洗到它啊。係啊。難怪上來就一個板條面。謝謝。咁你第一個我剛才做料理係乜嘢咧？香料栗子南瓜，哦，它是用反瓜，然後用一些西式的手法和香料，然後下去做料理，這樣。好，對，真的跟型男一起做料理，吃了工等下做出一定特別好食。咁你下，趕快你食材已經準備好，要給反瓜咩黑粒啊，好涼的吼。這是栗子南瓜，是我們自己種的。我們可能先把杏鮑菇處理一下。你要切塊，要用到滾刀嗎？就切片。咁你要他做的鹹來。那我這邊我就是就像這種料理，其實很新式哎吼。我比較期待的是把傳統的東西用一些比較新的概念，然後讓消費者重新接受它了。咁呀哈呢，要個苦的反瓜，鹹到起老幾弄到麵了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們預先把它蒸了一下，這樣。我這個杏鮑菇已經準備好些嘞。那我們這個過程裡面，我們可以加一些玉米先下去。哦，對啊。而且呢，發現到你這種口味，嘿，生意呢應該是很喜歡吃的，因為有玉米粒啊，勾有那個反瓜又甜甜的呢。煨一下，燒一下，然後我們待會板條，我們就給它下去。那我們現在可以下一點鹽哦，去讓它有個味道。一些鹽巴。對對對。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，它已經滾了嘛，哈，我們就取適量的板條，我們就讓它下去。待會它加熱的過程，哈，然後它會吸湯汁，然後它的口感會稍微改變一下，會變得比較軟。倆煮米頭真給妹，娘媽媽那時候以前有煮過像這種味道嗎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對啊，我們小時候的記憶就是醬油啊。醬油，不 tell you。對啊。好，撒下了加嘛該嘞？要了加個意式的香料。好，巴西里。對，這個是很方便綜合香料，超市都有。對啊。然後再過來，我們還要提一點味，粗的黑胡椒粒。按用可以了呀，就當成是個用哦，意大利麵呢。裡面其實有 sauce 等料都給倒味耶。對，你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。懂這樣的？不一樣的東西。然後你看，現在板條它已經軟化了。哇哦，好厲害！那我們最後再給它一點cheese。好香哦。厲害！要當成這個是個焗烤麵，不過呢也可以拌條。東飄，這是我們用南投的紅玉茶做的紅玉板條，它是蜂蜜檸檬，好難想象哦。好香哦，很香哎，而且這些全部是那種做的
哦，懂简单的都会那些调味料，那这样就做得出来吗？我们还有一个步骤，还有吗？我们要去把起司融化。今日真基本眼睇概念嘅，冇想到板條做得結合西式料理嘅特色，變化出有特別風味嘅好料，出體了出有濃濃全是香嘅創意料理，下要做嘅還卡係精彩哦。其实板条很特别啦，它有一个面是光滑的，一个面是粗糙的。其实那一个面，它很容易去吸附任何的汤汁。先來撈一個蒜頭米，撈佢煸用一下誒，佢用撈個太葱頭個蒜頭，先嚟煸出米頭啊。然後它現在味道出來了哈，那我們就先把我們的海鮮下กุ้ง吼，已經撈佢薄好，一個紅誒。來教大家一個小撇步。哦，好。我們超市很多那個醬類的東西，那你這一罐就是干貝醬。哦，我今天特別挑有辣味的，所以待會可以帶出它的味道。好香哦！小梁哥講，一般人對板條嘅想法都同樣，故所佢希望做得改變大家嘅簡單印象，本板條多元變化，又做得簡單料理，就將板條本身嘅特性，做得當自然嘅撈各種醬料完美結合，啲傳統地度展現細膩。哇，做蛋糕也得板條嘅菜色啦，切對嘅大家頭擺盲食上過，咩盲食看過、盲食食過嘅料理，變化出來好多種，可是亞嘅係乜嘅咧？這是我們用南投的紅玉茶做的紅玉板條。故所也有落亞嘅茶米落去哦。對，我們把做板條原本需要的水分抽掉，然後用茶湯去代替。哇，那這樣算成本很高哎。它的成本是非常高。對啊，來吃吃看好嗎？我們就取一條就好了。它帶有一點淡淡的茶香。剛才那個鳳玉茶嘅板條啊，我吃過像是一個很溫柔的板條少女一樣，就有了淡淡的這種蜜香，然後那個紅玉茶的茶香。因為剛剛你已經嘗過它的原味了，那我們現在我們有，它是蜂蜜檸檬哦。蜂蜜檸檬。哇，我覺得啊，觀眾朋友一聽上耳底都帶呀黑馬嘅明細，好難想象哦。然後吃吃看那本太家了解。亞嘅整完濃針啫，亞種米頭啊，我做講，仲係食嘅米糍木，有嘅甜嘅咁樣。啊唔過呢，做得食到當年嘅嗰種檸檬，有點蓬糖嘅香味，真的突破想象。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吃法，因為夏天我們天氣熱嘛，然後我們想要去吃一點清淡的，然後它這個壽司可以去襯托一點茶味出來，清爽的口味啊呢。上好了，來吃這個嘍。我們剛才有經過烤箱烤完，哎呦，送杯樓頂一層 cheese， 真見到上顏色嘞。厲害！因為當中做嘅食嘅焗烤麵，啊唔過呢就嘅板條，當 Q 當 Q， 啲都要將你咪當到嘅飯掛嘅香味都啲度，送杯樓一絲絲嘅一個意式香料粉，我給佢提價嘅米頭出來。真的，而且你知道嗎？那種板條啊，幾個 Q 彈，我都用兩個牙齒追孔啲出來，好像在跳舞哎！清杯米兩出菜哦，香辣海鮮炒板條，對不對？這個厲害，米加下有加嘅一個 XO 醬都啲度哦。實在挺真的哎，從這嘛都等那個。開嘅米頭有干貝、XO醬、下กุ้ง、花雞落去，一個板條底都有真的沒當到我們剛才的壽司。干貝的醬。這兩三出料理啊，都發現到就是我做板條啊，佢真嘅係一個做料理當好的一個素材，因為你剛才說到，它會很會吸那個湯汁，再加上佢本身那種東性啊、東 Q 的 Q 感。所以當然我們要吃東西的時候，色香味嘛，一個就是它口感。其實我們就是在新跟舊之間去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，讓他們可以有舊的味道，也可以有新的味道。
让更多人来更轻易的去接触到他们。真嘅。小梁哥讲，头摆啲美女读到大班嘅几年，掌握到制作嘅技术，这段难忘嘅机会，本期也都联系对土地嘅痛惜老感谢，希望使到大后半条嘅世界，都做得传达出濃濃嘅客家情感。小梁哥，我看到你们动腔诶，对安用传统的产业啊，爸爸开始做，都安用来。刚才那个让我们天数做的那台姐妹讲，你做了很多改变，但你长成了，刚还有读懂吗？该困难冇嘞？其实我的困难其实里面外面都有。当外面可能就是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嘛。然后你变得迫使你自己要回来去改变你自己本来的想法。然后再过来就是说，你开始要求了，对员工的要求，然后再过来就是父母亲啊，他也不见得是100%认同你嘛，所以会有很多里面外面的问题，然后在同个时间点，你必须要去面对。除了安用观念当高，会有低度老诺，不会大家会有一种适应的不良，要来重新调整磨合之外，那之后还有一个动态重点，就是你会投入这么大的资金下去，等于那个你不一定看得到有那么快回报，难道不会急吗？我只能说急也急不来啊，因为我们在找的是另外一个30年的。然后其实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讲，可能这辈子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来就好，你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我的想法是这样。小梁哥从迄老板调事业转做文创经营，真正的文创唔但像係表面嘅包裝，更加係了解菜體過後嘅社會創新，因為了解客家，每一味也分對心肝肚內嘅愛，故所本板條新老 Q， 結合傳統老新意，融合嘅高層當辛苦，唔過藝上歸路堅持嘅結果，天窗會本辛苦化做甘露。地方行嘅獎唔但將係風景天天，地方嘅獎係菜也到味嘅人情味。禮拜日來到後龍，看到係按道菜地嘅人，感念為了故鄉都也到味嘅大餅，都也到味嘅來耕耘。未看到嘅當到料理牛人，加到對料理行嘅努力，也到一絲一絲嘅傾減起來嘅心意，留大家串聯起來，變做後龍也到味嘅清靜嘅風景。我記得咯。料理就是一種情感的延續，好走好面試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田，烈下小馬唔下線。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8年，四季輪。